大家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台南西港私立港明高中今年参加国防部主办第9届全国高级中学校校仪队的比赛，连续2档拼到冠军。其实真侪高中拢有仪队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仪队的仪，读语的仪第5条。台语字典解说仪的意思，就是礼数、礼节，或者是咱台语讲的礼，咱讲是礼仪，某人讲是节仪。另外，礼仪的方式叫做仪式，用礼仪甲人祝福、恭贺，咱讲是贺仪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同齐来看到，就是礼仪。这意思就是礼节的规范甲仪式。古早礼仪也有另外意思，会当讲是礼物、谢礼、礼金，就讲送礼物，有人讲是送礼仪。另外，现代总仪社，咱讲是礼仪公司。第2个词读做仪式，意思是举办典礼，也有礼仪活动的形式甲特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透过先甲亲身指导泡茶功夫，涵教学生学到啉茶仪式，更加了解相关的礼仪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仪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